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在今天晚上能够一起来学习新家人关怀的训练工作请我们一起翻开长春诗歌的后半段的第13首我伫行主天路，我伫行主天路，咱就要有信心来感动咱，求上帝互咱有水啉，通过伊的话。我吃吗哪，我的嘴要吟诗，我的心满足，头日敬拜阿拉主。我得行主天路，信心感动我，主赐我水啉，予我吃吗哪。我的嘴要吟诗，我的心满足，头日敬拜阿拉主。搁一遍来。咱做伙来行，我得行主天路，信心感动我，主赐我水啉，予我吃吗哪。我的嘴要吟诗，我的心满足，头日敬拜阿拉主。我们来看隔壁页我若敬拜主，就加添开力，求上帝赏赐予咱来教业开力。我若敬拜主，就加添开力，我的嘴每日学乐，我手若举悬，就插当所咧，对着荣耀的自由。我若敬拜主，就加添开力，我的嘴每日学乐。我手若举悬，就插当所咧，对着荣耀的自由。搁一遍，咱来敬拜主。我若敬拜主，就加添开力，我的嘴每日学乐。我手若举悬，就插当所咧，对着荣耀的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有教业的气力，互咱的嘴若每日学乐来上帝，互咱的手嘛常常举悬，用咱的生命来学习去插到无相款的锁链，互咱的生命真正得到阳光的自由咱做伙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愿上帝帮助阮，互阮的心，互阮的嘴，拢会当时常学乐主，互阮愿意将阮的生命。高举你的圣尊名，互阮的生命会当得到阳光的自由。主，愿上帝你赐予阮，听阮的祈祷的上帝，感谢阿拉主，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再来吟一遍。我若敬拜主，就加添开力，我的嘴每日学乐。我手若举悬，就插当所咧，对着荣耀的自由。我若敬拜主，我若敬拜主，就加添开力，我的嘴每日学乐。我手若举悬，就插当所咧，对着荣耀的自由。咱做伙来祈祷。主耶和华上帝，阮感谢你。当阮若敬拜主你的时，主阮知你要加添阮气力甲力量。无论智慧上，无论阮的属灵的启示的内底，上帝你要互阮的生命会当领受到更较丰富的祝福。愿上帝你嘛帮助阮，互阮的嘴常常着学乐，用学乐的声来讲出上帝你的大能的作为。无论伫阮的生命中，无论伫人的需要，阮拢会当通过阮的嘴。来为主来起造美好的圣殿，让上帝你所创造阮的生命，会当奉献予主你来用，学习伫阮的生活中来报传主你的福音。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互阮真做真实灵内底自由的人，真实听主，真实军队主。愿上帝你引带阮下面的时间，做伙学习要安怎样伫阮的厝内
的亲人朋友，以及伫阮身躯边要未捌主的人，阮拢会当有机会来因传扬福音，互因会当得到生命救恩。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好，我们今天要继续哈。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在谈论到这个，谈论到现代人的一些特征里面，特别是对未来感觉不安，而且没有办法信任别人哈。那我们特别有谈到2个部分为什么新家人现在的人他来到教会，我们必须要了解现在的人为什么他的特征里面哈，他对未来为什么会感觉不安，而且为什么会不容易信任别人？我们上个礼拜谈到了有几个，第一个环境的变动有没有？好，虚实的环境有没有？虚虚假假，好，又好像真实的，又好像假的，对不对？像最近这个新闻媒体讲 AI 有没有？这个 AI 甚至连我们牧者界也在讨论哦。好，牧师我们现在准备如果讲一篇讲章你只要用几个段落的主题，然后po上去以后，他就帮你写了一篇讲道篇出来了，所以不用几秒钟所以呢，其实，在虚实整合的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人所带给人的许多的不安，甚至不信任。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人会有感觉不安、不信任别人。第一个，我们现在看的是第7点对未来感觉不安、不信任别人，就是第一个环境变动、虚实的环境，虚幻的环境。第二个，我们看到是诗篇46篇1到3节，你可以再把它写下来诗篇46篇1到3节。第二个是争胜比较的环境，人跟人拢在比较啦，对立有无？人拢在比较，人拢伫咧中间在比较，所以无法度得到一个更较好的一个答案，生命的答案。人啦无法度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答案，自然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惶恐，而且会害怕。所以我们提到约翰福音第14章第27节讲到说，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所以耶稣有讲我们不要害怕，也不要恐惧。可是我们现在人为什么会害怕跟恐惧？注意耶稣讲这句话，他说：“不像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给的。”这句话是重点了解吧？但是基督徒往往看的是看什么？看的是世上的，有没有？世上什么是平安？我们才是真正的平安，了解吗？有钱才有平安嘛，对不对？有健康才有平安嘛，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呢，耶稣所告诉我们的，他所给我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所以即使你只要懂这句耶稣讲这句话，你就会完全明白原来耶稣说的，他所给我们的平安不是像这个世界所给的。意思就是说，你也会有苦难，意思就是说，你也会有什么像一般人所没有一样经历的事情，可能也非常穷，可能你会遇到非常困难的事情，病痛没有办法好。可是你要清楚知道，上帝所给的平安是不是像世界所给的？所以我们讲说，这是一个比较的环境，争胜。什么叫这个心理的环境？所以要知道为什么人会不平安？为什么人会感觉不安、不信任别人？就是因为在这种比较的大环境里面，人自然就会不平安了。这样懂了吗？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告诉他的是，来，我告诉你，因为耶稣所给我们的平安，不是像我们眼前所看的。我们要跟他分享的是耶稣所给的平安。我们找这句话就跟他分享。你要来认识耶稣，因为耶稣他在告诉我们的，他是要把平安赐给我们，所以你不要怕。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关心一个慕道友或者未信者他说他没有平安，他会非常害怕。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他、听到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在当下不知道怎么跟他分享平安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会认为我不是他，我们怎么跟他讲平安，对不对？这是一种尊重嘛，对不对？我们会很直觉性的就会认为说，我们不要太快跟他讲平安这件事情。可是我看到这句话，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我发现耶稣他
怎么可以把这个平安讲得那么的自然？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就在想，那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把平安留给我们身边的人呢？懂吗？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呢。这是一种非常不一样的生命态度哦。他还没有讲说你们不要怕哦，他是说我要将平安留给你们。其实我就想到说，哇，对，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人家都很喜欢牧师去为他祝福祷告，因为他们知道牧师会把平安带给他。可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可不可以啊？其实也是可以的哦，不是你不是牧师你不行哦。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把平安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在探讨说，为什么现代的人他们对未来感觉不安、不信任别人？我们基督徒要带给他们的是什么？我们要带给他们的是平安。好，平安的生命。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今天要再继续看还有什么是对未来感觉不安、不信任别人是现代人的特征？还有什么？你把它写下来。心智软弱。好，心智软弱。那什么是心智软弱？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1章第6节到第9节。第1章第6节到第9节。真的岁月催人老哦，牧师最近眼睛感觉那个老花好像越来越严重。40岁会老花是很正常。可是最近又发现好像越来越严重可能看手机、电脑看太多眼睛很容易受伤。来，第1章第6节到第9节翻到了吗？好，翻到了他说：“你要坚强勇敢，因为你必使这人民得着我曾经向他们列祖起誓的，要赐给他们的那地做产业。你只要坚强，十分勇敢，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好使你无论到哪里去，都可以亨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默诵，好使你谨守遵行书中所记的一切，这样你的道路就必顺利，你必一路亨通。我不是吩咐过你要坚强勇敢吗？所以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里对什么人讲？谁在对约书亚讲的？上帝哦，你注意哦，上帝他说你要坚强勇敢哦，而且你必使这人民得着我曾经对他们的列祖所启示的我要赐给他们那地为业，迦南地、迦南美地，对不对？所以约书亚他实际上他不是一开始就非常勇敢那不就像是我们现在基督徒不也是这样吗？懂我意思吗？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讲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在讲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可是我们要回过头来想，当我们要帮助一个新家人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足够刚强壮胆懂我意思吗？所以牧师期待我们每一位长职同工，甚至每一位我们有在领受学习这个新家人关怀学校的每一个同工，牧师鼓励各位，我们真的要做一个刚强壮胆的勇敢的人。但是有一个前提第7节他说什么？你只要坚强，十分勇敢，注意谨守遵行。这个上帝也特别交代约书亚我教你怎么勇敢，就是怎么样，你先从我的律法，摩西所交代你的事情先学习遵守对不对？这些不容易就是因为不容易，上帝他再次强调有没有？第9节他有没有再次强调？我不是吩咐过你要坚强勇敢吗？所以你不要惧怕。
所以我觉得那个上帝他非常了解人的心啊，知道人的心会软弱，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这里谈到心智软弱，对一般人有没有可能？绝对有，连基督徒都，上帝的百姓都会是这样的，何况是一般人，这样懂了吗？所以我们要，你们可以看我这边你想象一下当这些新人进到教会，他们最怕的是什么？不了解教会。第二个，不知道教会的人要带我去哪里，这是第二个。所以他的心智软弱，除了他自己的生活要面对，其实我们要带领他们去哪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不是吗？那我要问各位，你们要带人家去哪里？去主那里啊？怎么带？你的心智是什么？你的方向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还是你只是尽心做好你手边的工作而已？注意那不一样人跟着你，但是人要让你带去哪里？这是每次牧师都在想，我每次讲到我到底要带你们去哪里，我也在想。每次我讲完道的时候，我会去想主啊，我讲道有没有感动人啊？有没有帮助信徒跟着我要走到那个目标啊？有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心智软弱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清楚方向，所以方向重不重要？定焦、对焦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牧师为什么说，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活动，任何活动，我们怎么去创意变化都非常好。唯一有一点，假如没有办法跟福音连结，那就是失焦了，懂吗？不是做不好，是因为失焦。好，懂我意思不是做不好一定有它的好处。像这个最近我举个例子，我简单举个例子。最近我非常谢谢这个淑慧长老带领的小朋友还有昨天我们那个青少年做那个什么香包，那个香包是有驱蚊虫作用，你知道吗？这几天都没有蚊子。可是我就在想你想看看我们做这个东西，我假设我们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可以怎么跟福音带出有关联的讨论，那就是对焦了。这样懂我意思吗？我们可以让这个事工，我们每次做这个事工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单纯带出这个事工，我们还可以让他去想，神要让我们跟这些孩子、跟这些青少年分享什么。所以我们就开始祷告，说主啊，这个馨香之气，你就手机拿出来，馨香之气，空格打经文，马上就跑出来了，懂了吗？我教你怎么预备懂然后呢，因为馨香之气嘛，对不对？馨香之气有没有好处？有，我就讨论你知道什么？基督徒为什么很重视？我们希望得到像有上帝的那个什么性格，上帝的馨香之气。我们要学习有这个好的馨香之气。你觉得什么是好的馨香之气？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好的品格？是什么？就跟他分享。你就慢慢的把他带到了信仰里面了。这样懂我意思吗？我现在只是做个比喻所以其实这个叫做对焦。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说我们在办很多，我之前也是跟大家一样，就是在想说挤破头，然后上网找了很多活动，然后来做填补。办完了，大家都好开心。可是我后来发现不对。我问他说：“你学到了什么？”他说：“就做那个东西就你带我出去玩就这样我发现不对，你知道吗？当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他说：“伟恩哥，你不在这边，我们很无聊呢。”我说：“很无聊？难道你没有得着上帝吗？你们没有认识到那位我背后的那位神吗？”在我心里面，我是这样想。所以对焦太重要了。心智的软弱，是因为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带出了一个活动，那是会软弱的
假如我们让人去 touch 到、摸到神，摸到了福音，那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因为我们手边所做的工作，就带来很好的帮助。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的主日学，我们再次的呼召这些学生，各位小朋友，上个礼拜婆婆带你们做了什么东西啊？他们一定印象深刻。我们就做个延续，再做一次教导，然后让他们印象深刻。好，你们也要把你们好的香气、好的脾气、好的个性表达出来，就跟这个香包一样，香香的啊，让小朋友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这就是我们在主日学到的。好，我现在只是做个比喻，所以子安在带青少年也是这样。我每次他去带这个不管是打羽球啦出去活动，我一定问他一件事情：这些学生他们在干嘛？他们有没有互动？好，一开始他们都是有上场打球的就上去，然后就在那边玩。可是没有打球的，他们就在下面干嘛？看手机。好，各做自己的事情。所以那个关系对焦，这个也是对焦。好，所以对焦关系、对焦友谊、对焦爱的关系都算，都是我们基督徒该做的。所以心智如何让它强盛，就是要帮助人去面对许多他生命当中的软弱之处。好 ，OK， 那这就是心智软弱，也就是会让人感觉不安、不信任别人。所以你看嘛，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拿起手机？你看只要在团体里面，你只要看到那一个学生他是新来的，或者是那一个新人他来，他拿起他的手机，你不要以为他在联络事情。如果基督徒，我们可能会认为，教会的人可能会认为说他可能在联络事情。我告诉你，不见得。有些时候他拿起手机，可能只是障眼法，假装忙碌。第二个，他是真的有事情。第三个，他可能是在掩饰自己不敢面对人的那一面。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好，我说，当一个新人进到教会的时候，那假如有这种状况，你觉得他如果是真的在联络事情，我们去touch到的时候说：“Hello。”欢迎你，现在忙吗？有在联络事情吗？我的话，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这样子介入，然后就开始跟他开始有连结。一般我不会说他在联络事情，好，我等他打完电话。我告诉你，我遇过，我就等着他打完电话，你知道吗？他直接用完电话他就收起来，走出去了。后来我就跑过去，hello。现在可以跟你讲电话可以跟你聊吗？他说可以啊。你知道他突然间好热情可以啊。不好意思，你刚刚在忙然后说没有了。他突然间那个心我就发现还好我有去关心他，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告诉各位这是很有趣的当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面，现在的人很容易会用手机来掩饰自己的另外一面。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的心智软弱的时候，他会有很多反应。他会假装忙碌，他会假装他家里有事情，他会假装他现在在联络事情，很多事情我们要足够敏锐。所以我们要关心新家人，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有更多强盛的心。好，不要做心智软弱的人。好 ，OK， 那我们来另外一个第四个，对未来会感觉不安、不信任别人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倚靠。好，没有倚靠。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41章第9节跟第10节。41章第9节到第10节。好，
你是翻到了哦，你是我从地极抓来的，我从地的远方招你来，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了你，并没有弃绝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四处张望，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哇，这两句话哦，真的非常非常安慰我的心，激励我的心。为什么？第一个，他说你是我从地极抓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从那个离神很远的地方啊，好，在我们的人的眼中，那个地极是非常远的，对不对？好，那从很远的地方，然后神还是有办法把我招来，做他的仆人哦。好，然后呢，神还对我说：“我拣选你哦，我没有弃绝你哦。然后呢，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四处张望。”这句话非常 touch 到我的心。你有没有时常四处张望，好像在看很多事情，看很多什么还可以让你得着更多的？可是他说不要四处张望，因为我就是你的神。好，我就是你的主，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好，所以我们要知道，人他没有会感觉不安，很简单嘛，就是他没有依靠嘛，懂我意思吗？那基督徒我们有没有依靠神？相信神就是我们的依靠啊！你敢有相信上帝就是你的瓦克？咱即摆听头听到呢吼，有一寡信徒无拄安尼相信的呢，了解我意思无？对，安尼了解吼。所以我们要知道哦，当人有不安，没有办法信任别人，很简单，你只要清楚知道，你的认识的这个朋友、家人，他就是没有依靠神，那怎么办？来，我们先来哦，关心一个新家人，你怎么告诉他要依靠神？免让我靠上帝，冇对了。你即摆知影讲，我靠上帝最重要。啊，即摆这个人，你就看起来，伊就是无一个通我靠，伊唔开心不安，对不？那他就是需要啊。那你怎么告诉他依靠上帝？直接甲讲，会袂？可是我告诉你，当你要去了解伊的情况，他现在就来告诉你了。他就是你的朋友，他就是你的家人。我们现在认识的这个课程叫什么？新家人啊！他进来了，他人来了，你就是告诉他了啦，不用等到了解他的情况了。他的情况已经告诉你了。我跟你讲，我现在前提是已经让你知影你的情况就是不安。然后对人没有信心，对事情，是对。啊，我的意思是讲，家属伊拢跟你讲啊，你要安怎做？你会甲讲袂啦？我这边要问的是，你会甲讲袂啦？你看哦，伊无顶咧反应讲，除非咧安慰啦。我这样就要问讲，咱即摆来想看卖，要安怎甲伊讲？我靠上帝。我跟你讲，对啊，你知道哈？我告诉你哦，昨天哈，子安他的老师，他长中的那个老师主任，他来拿海报，来找子安。你知道吗？牧师，以前我不会这么做。因为他是新朋友，可是我就跟他聊说：“老师啊，你在长中，你本身有在教会吗？”我直接讲了，直接问啊。他说没有，可是我有在想说，是不是应该要再去找教会？你知道吗？我就很直接，然后就问了，然后我说：“啊，那有找到吗？”他说：“我还在找，因为我最近经历了很多事情。”他开始就讲了，然后后来我就说：“哦。”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我们当中。其实我就少讲了这一个，有机会倚靠神，不要去想太多，
想太多你会觉得很惶恐，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他感觉应该要去教会。那位老师是说他感觉哦。我告诉你们哈，很多不认识神的人，他们都是靠感觉在行事。如果他的感觉是让你听起来就是需要依靠神的，就像我们现在在探讨的，感觉不安，没有办法信任一件事情，信任神所给他的环境，信任他的生活，信任他的另外一半，信任他的孩子，你一看就看得很清楚了。那你就要告诉他 ：“Hello， 朋友，我们一起来学习倚靠神。神是我们的帮助。你要有信心做上帝创造我们要我们做的事情。他不认识神啊，可是你跟他讲的这些话，就已经在告诉他，他可以怎么做啊？你了解我的意思不？我感觉最近我拢在想这个代志，这也在讲不？会使呢？我现在我的方法，不管他是不是，我告诉你，前天隔壁他们请警察来，就是上次我说那个网络哔哔哔的问题，他们还在吵，两方还在吵。好，是，我知。我知，我了解你的意思，因为我不是我系讲摩天了，过去无需求你的方法是同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们都是软弱的。当你想要多了解他的时候，他会再怎么样认为，他会认为你不了解他，因为你不是他。了解不？等一发现你不是他，你也没有办法帮助到他的时候，他会对你失望。所以我们要帮助他，咱来跟他讲的是，我靠上帝，不是靠咱去给他倾听鸟。我的意思讲不是说倾听不重要，而是说我们要怎么让一个人回到真理。很简单，我们就是带人依靠神而已。我的目的干安尼尔。哎，哎，我知，不是，不啦，我的意思是讲，咱要安怎用个较委婉的方式去表达依靠上帝的事情啊？我的重点是要讲这啦，知道我的意思哈？但是假如说我们一开始是像你所讲的是为了要先了解他而解决问题，可是我们自己并没有先用一个带着他倚靠神的时候那个方向的时候，我告诉你哦，你会累哦。你只要第二次你没有在确切的时机点去帮助他、倾听他的时候，他就离开你了，他就离开神了，真的。所以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做无赶快的一个美感啊。好，所以我自己在体会到说，为什么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关心一个人，为什么他还是体会不到我对他的关心？他没办法信任我，我已经是一个牧师，我已经很会倾听，可是他为什么还没有办法把他的问题、把他自己、把他的困难，会来找我？因为我不是他倚靠的对象啊。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再有爱心，再多想要去了解他、关心他，我告诉你，你都有软弱了。我们都有软弱了，你敢说你关心一个人有办法关心到像牧师那样吗？敏锐到那种程度吗？不可能啊，对不对？我也没有办法像一个社公司，他很会用一些社会的社公司所学到的一些方法，我不见得可以啊。是。是。我的上，因为大楼下办这个圣诞晚会，圣诞晚会对不对？圣诞节。圣诞节晚会，我带迄个毛总，你是讲？你要看到感动的，阮两个，我就找阮两个囝来教会来信仰说，安尼就得救啊！足奇妙代志哦，所以人上帝的经验哦，
这是一种啦，哈，这是一种。但是其实这个也是最主要，就是说刚好他也是需要，他生命当中，他需要主，他需要一个依靠，这么是依靠的关系啊。所以有些时候，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一个人去依靠神？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因为假如说他就算得救了，那这不归拜去这混人，那个牧师他讲到说，基督徒不要只有得救了，你得救了还要干嘛？还要得胜啊，还要得赏赐啊。咱基督徒刚刚咧想讲，我到底有得救啊无？咱咧探讨一个人，咱嘛讲，伊到底有得救啊无？但是咱拢无去想到讲有得胜无？所谓的得胜是啥？拄着困难，伊有能力通去面对；拄着信心软正的时阵，伊阁有能力通安怎去倚靠上帝。这是得胜的呢。所以你看，每一摆咱若看到一个兄弟伊过往的时阵，咱就开始搁咧想讲，哎哟，伊到底有得救啊无？我拢会想讲，咱敢有去想讲，咱安怎帮助一个信徒，互伊培养伊的生命有智慧去过得胜的生活。这个得胜的生活是啥？是靠主得胜的生活，靠上帝得胜的，我靠上帝得胜的。所以像你头拄仔讲的，这位姐妹，我嘛开始咧思考，唔是干那伊有咧参与服侍，认真咧参与聚会就够呢？唔是呢，我要唤起一个伊定心一个新的意向，知影讲伊的生命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有伊的使命的工课。就要将这个福音带到伊的家庭的内底，我感觉这是更加重要，因为这个是跟得胜有关的啊。这不是干得救尔，不是家己得救尔的啊。较要紧的是，伊个会当看见真正得胜，个会当得到上帝大大赏赐，安尼不是更如何？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新的意向啦。无当然这是，因为这个得胜的基督徒，讲简单呢，这唔简单单的代志呢，得胜的基督徒。得什么是得胜？你要包括我包括一个有关的犯罪，犯那些到尾主啊警告，伊所做一切会艰难的对吧？伊顺服到尾伊无论伊对到偌个困难就是坚持挂靠主。到尾做着真正得胜的基督徒，这个叫得胜的基督徒。好信条咩？你觉得什么是得胜的基督徒？现在依靠主了，就这么简单，依靠主做得胜的基督徒。所以如果不依靠主，就没有办法做得胜的基督徒，就这么简单。真正做简单的依靠主所以你讲。基督徒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得胜？他说他会倚靠主吗？我觉得不见得。信心不足。对，信心不足，所以又回到这里了。不信任别人，不信任别人就是对上帝、对耶稣也是一样的不信任，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次去训练，他说什么？因信称义，哇，我觉得非常是打击到我说对。因信称义，对不？但是你敢真正基督徒真正因信称义吗？他这一秒是信的，下一秒他就不信了呢，对不对？遇到困难他就不信了呢。是。你讲一个姊妹，一个姊妹，真正就好啊！你讲你已经做了，莫讲做了袂歹，我做变小。伊讲无叫咱真正就好啊！伊讲即个你我想讲，咱若开了是偌济啊？伊讲真正就好啊！讲即个真正是无输的。是啊，但是尽力的背后，我感觉帮助他真正对焦。有的人尽力的过程当中失焦。紧赖的过程，有些时候他的家人不认同，对吧？他
他尽力，可是他尽力很多的心力，可是他的家人不认同的时候，他认为没关系，我尽力了，真的尽力了吗？没有啊，因为失焦了啊。啊，你若失焦的过程，你看，咱知影这个不是咱的宗教的，主祭就是内底有足济嘛是安尼嘛，对，敢不是？伊的亲人做认真的做呀，做啊做好啊。但是家庭的关系如果没有和谐和睦，失焦了嘛，懂我意思吗？所以失焦，在尽力的情况下，失焦了，我觉得不好。尽力也要对焦嘞，了解不？我尽力安怎拼命准备我的工作片，我2天2暝拢无困，安尼好不？尽力啦，但是我失焦了，因为我的生命，上帝给我的生命法则，该休息就要怎么样？要休息呀、啊，对吧？这叫做。不是。哎。当然。尽力是一定爱，但是我感觉尽力是一个前提啦。啊，但是呢，我感觉对焦较是主要的目的啦。对焦你若对啊，我感觉你尽力的时间，甲你的费神的部分会较袂遐久，袂遐重大。我是安尼感觉。所以有的人伊做尽力啊，讲哈，我尽力就好啊，我这个做忝的啊。但是这个要死要活，啊，佫用嫌甲老烂，你有听过这？有啊，有的人做认真做尽力了好使啊，但是他们不愿意改变哦，不愿意听人家在跟他讲的问题哦，啊，对吗？你看学生，他说他尽力啦，他也都念书啦，有果效吗？没有果效。当一个学生他没有果效的时候，他说他尽力了，奇怪，学生安尼伊讲伊尽力啊，会使无？咱就知影迄袂使，因为没有果效，所以我感觉，是，坑。不，我讲的是讲，爱看情形，我唔是讲所有的人拢是用安尼。你嘛是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命令到你来做礼拜。我讲你啊，咱十个第4个你讲啊，第7啊，你爱分别为圣，你就是爱亲近上帝。到时候，我就讲你袂使停止做礼拜，像遐停止习惯的人，这圣经的命令，我袂讲啊，你来按做礼拜哦，啊，你无做礼拜袂使。对啦，你讲的无唔对啊，所以你重要的目的甲对焦，你对焦对，但是你尽力听到这个话的人，你无尽力，互了解伊，安了解无？所以我对，我就特别调工，我就无要来。所以我的意思讲，你要尽力去调和，然后去表达你讲的迄个主要。我这样讲我们的总结啦，不管你是教会一个团体啦，我们关系品，你要制造那个爱的气氛出来。对。我来刚你这时候的是决定。没错。你哪个都会听来，第二行你再去全程陪伴，然后去认识上帝，把它交托给上帝这样子。啊，你讲当代是那么用命令，要用戒律。一个人就讲按现今的看袂透，因为教育拢用上帝的律法啊、啥物话对无？来去跟他讲说你要怎么做，你要守什么，我也真的听不下去，我不会跟你。所以，但是牧师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有清楚的想法去呀，对家呀，就是说我们要的是团体，你知道呀？你知道你们看牧师哈，在跟你们分享，假设你们刚好这个礼拜没来，或者是什么原因没来，牧师都会怎么跟你们，都会怎么问你们？你想看看，牧师都会
直接的表达说，哦，你的爱安装安装哦，干嘛呢？对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啊？你们就想象一下，牧师是用什么方式在问候你们，然后鼓励你们，那你们就用同样的方式去鼓励他们，了解他们，了解我意思？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跟你的羊群、兄弟姐妹，咧分享还是讲小组咧讨论的时阵，我是希望说，卖伤，没卖伤迄个小极端、小丁，口语太硬，对。有一点。可是有些时候，我觉得讨论就是这样，就是硬软都是可以的啦。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会激发不同的火花。我觉得这是很，所以姐哦，你太硬的话，有些人就不吭声了，那我就是会反而是反效果。所以哦，像我在主持像这样的讨论会议，我会怎么做呢？我会怎么说？大家不要因为我们讨论那个比较硬一点的东西，我会把它直接点出来哦，然后点出来的说，大家都可以讲，把你的心里面觉得说可以用什么方式，觉得也没关系，我们这是讨论，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为什么说牧师才会说小组长我们在带领对。我懂，对。他就是不吭声，他就听你讲话，他就内底就是一个。有一个伊有一定有答案来，对恁咧讲话中间就做结论了，我没办法吸收。我吃那个团队的那个。是。其实，这是真正发生过的。这是真正发生事情。安尼哦。应该是无掉了，伊即组的信用把咱卡落真多。对于迄个啥，圣经的迄个大时间文化，锦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只是我们表现出来给人家看，我们不要去，不要。我了解了。就是行出来，让人家去看，这样子。咱若你在讲出来是，你叫做咧教示啦，你知道吗？那有可能人家会觉得说，你是在描述我的信仰肤浅嘛？每讲的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迄个，咱讲无根基、信心不足的人，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不过，这种通常牧师会用这种方式只仅限于传统老基督徒。我的原则只有这样。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呢？因为我要清楚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是罪与上帝喜悦的事情的分别的两者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对我身为一个牧者，我不得不做，不得不说，为什么？因为我怕得罪神。你想看看假如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是真理，这是该说的，可是我们没有说了，你觉得你是倾向于是让魔鬼高兴，还是上帝高兴，还是人高兴？你是希望是让人高兴，还是让上帝高兴？我的意思是表达。可是你们要听清楚一件事如果他是一个老基督徒的话，假如这件事情给他了非常大的、深刻的反省的时候，有没有好处？这种好处绝对大过于我们用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我从以前在看，其实已经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没有受过教导的一种生命。所以我不希望成为我们有这样子的方式在教育信徒，这绝对不会是教会好的文化。因为如果是这样子，大家真的会很糜烂，会很松散，对真理会松散。如果我们对真理没有执着，我告诉各位，好的信仰根基的基督徒他不会进来。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充满了危险。
这是上帝最近我开始有在发现，我们有几位基督徒的朋友，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踏进来？因为太过于有些东西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没有办法改的。这属地还无属还有感染混用，好，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是牧师在观察当中我所看到的。当然，如果再按照一个家庭，因为毕竟我们就像根深蒂固，从很久我们就一起在这边一起建造教会。可是我就在想说，大家都是家人，如果大家都家人，你看你的爸，你看你的囝，好歹你拢会讲嘛，敢不是？你敢会搁为着迄个做委婉，惊伊伤害到，搁会搁无要甲讲，敢会？不会，你还是会跟他讲啊。错的事情你还是跟他讲啊。那为什么教会不能？我们就把它当作就是这不对，就是要讲。我们并没有恶意，但是很重要，怎么可以不讲呢？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有些信徒，为什么他表现出来并不是真的排斥牧师啊？他是在跟他自己的生命在做征战。所以我们不要怕，不要因为他这样子，而我们就要用他喜欢的方式。No， 我们要用上帝喜欢的方式，坚持走下去。这个才是好的 DNA 啊，好的文化。教会的文化是要以上帝的观点、上帝的心意。那上帝的心意怎么来？你们就跟着牧师嘛。牧师只要有错，你们可以跟我讨论，我非常敞开的。但是，假如说牧师会这样做，一定有牧师的原因。就像我刚刚在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大胆的、义正言辞的这么坚持？为什么？因为我看到这是已经有好转，那就是我用我的方法，上帝给我的看见了。那为什么不继续啊？为什么你们不跟？为什么不用？你们还要用以前你们自己认为的方式，那不是不好吗？如果有好转，可以帮助一个人，他不断的改变生命的调整，而且他会用更好的方式去调整，那不是更应该要这样做吗？懂我意思吗？所以，假如说我们要去想说，过去跟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变，真的是信任。我们要做的只是依靠神，没有其他的，不二法门就是依靠神啊，就这么简单。好，所以牧师为什么会坚持这么做？就是因为我爱他，爱这个人，爱这个信徒。为什么我们要跟他讲这个真理？因为我们爱他。难道我们也会害他吗？因为我们讲这句话，结果让他不来了，所以我们这个方法不要这样做吗？不是这样呢。我们应该要想的是，当我们讲这句话之后，带给他的反应是什么？那他的反应跟牧师讲的这些话，哪一个是正确的？假如牧师讲的这个是正确的，那我们就试着，Hello， 你可以的。像我礼拜天我就跟姐妹讲了跟她的孩子讲啊，鼓励妈妈，鼓励家人，我也跟她讲我知道你可能因为没说的一句话我也会跟这个教会姐妹，有时候我讲出来的话，好像看起来她好像有点受伤还是怎么样，我就会跟她讲，不要因为牧师讲的那一句话，牧师是为了鼓励你，加油，我们一起来学习。我是这样在对话可是我们敢不敢啊？你们敢不敢尝试去像牧师用这种方式去鼓励他？又可以怎么样？假如我们有说错的话，我们还可以怎么样？为自己的话语来跟他做个和睦关系的交流。你们有没有这种魄力啊？假如我们的信徒长子同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敢说有得罪人的，我们还可以马上跟他做和解。我告诉你，我们教会每一个人强盛，真的很强盛而且我们是依靠神在做事的人这个教会是非常强的是依靠神在做事的所以我们不是依靠人，不是依靠感觉，
我们是依靠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在做，安尼就对了。安尼主人人就会信任嘛，信任这个环境，信任这个团体。好，所以牧师期待咱啦，吼，我嘛常常咧为咱祈祷。哦，我嘛知影讲，唔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马上做这种的改变，但是咱就豆豆调整，豆豆改变，嘛要互恁了解，牧师是安怎咧做这个代志。好，所以其实就像以前我们也有跟我们很好的同工啊，对不对？我们私下都还是很好的朋友啊。我们也是看见，他们大放风采，大放什么大放老师，骗那个啊，大放异彩，他为主大放异彩，做很好的工作，因为离开了我们这个地方。可是我们就会想啊，这种那么优秀的人，他们如果在我们这边，当时候我们也是这么想啊。可是为什么人家不愿意？其实他们是在看的是，他们在服侍的是跟我们一起在服侍。可是我们有没有那个意向啊？有没有那种意向啊？对不对？那个意向如果有的，所以上个礼拜为什么牧师会跟大家分享嘛？你们有没有意向啊？有没有信心啊？我们要牧师期待大家是真的有共同的心志啊。我们要传福音嘛，教会传福音，对教会来讲真的是很重要的。好，不二法门啊！你看牧师已经在我们当中7年了，快7年了，7年了，很快呢。2017年啊，18、19、20、21、22、23，第6年了呢。那我们知影吼？我2017年来的呢，所以你看6档啊，足紧的时间过足紧的，所以咱爱保守、珍惜咱即马会当做伙同工的时阵。好，你看现在。我们也很感谢神，我们要为新天老师来祷告，对不对？我也私下在从新天兄这样子谈话当中，从圣经，他时常跟我谈论圣经他的感动，然后我觉得神也在祝福我们的教会，也在帮助我们带新的人进来，所以明年我们的长执会的改选，我觉得新天兄也可以，假如可行的，他也非常乐意。但是我们要为他祷告。我觉得传福音的心志是最重要的。服侍神不见得一定当长职，这是我认同的。服侍神不一定当长职，可是传福音一个教会每一个人都要有。假如一间教会每一个人都有那个传福音的心志，我感觉唔免惊中级的，无啦，唔免惊无到中级啦。所以咱这拜9月的时阵这个吴丽美老师，我妹妹嘛来这诗会啊，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哦，新的开始哦。我们现在慢慢的让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神，然后让更多的人一起参与服侍。慢慢的青少年，主日学，我们开始也可以教导孩子，让他们学习在礼拜当中，他们怎么做一个诗会，怎么带领，教导孩子去带领诗歌。然后慢慢的让他们成为领袖，那教会就会强盛了。所以这都是未来我们都可以去执行的，不用担心没有人了。所以我们好像又失焦太远了。最后来，我们把这个结束掉。那腓立比书第4章6到7节，我们针对这个没有倚靠的这个部分，没有倚靠的，我们来再做一个注解。腓立比书第4章6到7节。第4章6到7节咱拢简写的一段圣经在，应当毫无我这边是毫无忧虑因为我这个已经是更新的翻译版本了没关系，意思都差不多。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神所赐给所是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哈，那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啊，神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有平安，是要成为一个什么？第一个，毫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对不对？所以我们帮助一个新家人，不管是我们自己的信徒，当他有忧虑，当他有挂心，当他在那边烦闷的时候，很简单，我们去探访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这样为他祝福，鼓励他哦。牧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要改变我们的关怀方式，我们不再只是做一个倾听者。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一个主动的心智，想要帮助一个人，我告诉你，你会变成垃圾桶。听到最后你会很烦，原本是他烦，现在换你烦了。为什么他还没讲完？因为在你的心中，你没有一个心智说：“嘿 ，hello， 我感谢主，你愿意跟我分享这一些。你想不想听上帝的心意？我从你身上，我看到神要对你说。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腓立比书第4章6到7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凡事怎么样？带着感恩的心，把你所要的告诉神。哇！我告诉你，这个人他听你这么讲完，他马上停止他的唠叨，停止他的烦闷，停止他的忧虑，而且把他的话做句号。我跟你讲真的，所以我是真实，牧师是真实，在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特别是喜欢讲这些话语的人，连我自己的母亲就是这样。我妈妈就是这样啊，所以我真的是用这种方式去感触到神在对我们说话，教导我们怎么做。所以我们要记得，没有依靠神真的很麻烦，烦闷、唠叨，一大堆垃圾想要丢给我们。我们基督徒就只有一件事情，带着他依靠神，就这么简单。好，而且那有危险。嘿，你一直当垃圾桶。对，你一直当垃圾桶很有危险。不仅你有危险，连他。来，底下讲加拉太书6章，他是说第1节他说，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后面一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有被引诱。对。因为现在是这个邪恶的世代哈，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邪恶是这个魔鬼撒旦的法则啦，很简单啦，就是让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下遇到这样的人，当他用这些烦恼的思虑带给你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办法马上断定，做一个非常清楚的决定？我不要这样子做，而且我非常清楚我要给他什么。那我相信你就是一个得胜的人哦，这叫做得胜的人，因为你是得救的人，也成为一个得胜的人，而且你知道怎么帮助他，带着他得胜。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艺术的啦，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好，那牧师用这个跟大家分享。最后，我们要知道现在的人为什么没有办法信任别人，感觉不安，是因为末后的世代愁烦的事情太多了。最后，提摩太后书。我们一起来看哈，提摩太后书3章，这里有特别谈到末世不敬虔的情况哦，注意哦，这一段话我期待你们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好，不敬虔的情况，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不敬虔的情况是什么状况？你要清楚啦。好。第1节到第5节，你应当知道，末后的日子必有艰难的时刻来到。有没有？我们现在有没有艰难啊？我告诉你，时常我们都在遇到，我们都自己不知道。那时人会专爱自己，有没有？有没有专爱自己？想起艰苦的时阵，大肆买卖东西、买物件，有无？有没有？干啦爱自己，有无？专爱自己，有没有？贪爱钱财，自夸。我跟你讲哦，贪爱钱财，不是干那好野人哦，善假人嘛是哦。善假人一定爱贪爱钱财，好野人贪爱钱财。对，还了解哈，拢知哈。好，自夸、高傲、亵渎、悖逆父母，有没有？忘恩负义，注意哦，你看悖逆父母有没有？忘恩负义，不圣洁，没有亲情，不肯和解。
恶言重伤，不能自律，横慢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容易冲动，傲慢自大，爱享乐过于爱神，有敬虔的形式，却否定敬虔的能力。这些人你应当避开。我告诉你，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工，你们知道为什么牧师会说，当我跟这些人讲完以后，他没有来教会的时候，你懂我意思吗？这是上帝在给我们先暂时避开，也让他避开，这是安全的，懂吗？不敬虔的人，他没有敬虔的能力，神不会让他们跟我们放在一起。但我们要爱他，我们要帮助他。他们中间第6节，他们中间有人潜入别人家里，操纵无知的妇女，这些妇女被罪压住，又被各种私欲拖累。虽然常常学习，总不能充分明白真理。好，从前亚尼和杨贝怎样反对摩西，这些人也怎样反对真理。他们的心思败坏，信仰也经不起考验。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因为他们的愚昧终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好像那2个人一样。好，牧师只把这一段话送给各位，期待在我们在陪伴弟兄姐妹当中，你们要明白，不敬虔跟敬虔的能力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基督徒不单单是一个讲爱的基督徒，讲爱的团体，我们也要懂得要怎么样做教育教导。好，如果只讲爱，可是我们却没有做教导，那么我们的爱那叫做溺爱。好，它会反效果啦。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吧？好，所以牧师期待讲，求上帝让咱有智慧。注意哦，咱要讲这个话不是要伤害哦，要知影哦。要有相当的疼心哦，好，你要有够要开阔的心，容忍包容的态度，不要让那个箭靶哦一直在往你身上射。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要帮助他对焦在问题上面。了解我的意思吧？虽然这个出发点可能讲的话，出发点可能会在你身上，可是你要让这个箭靶射在他的罪上面，懂我意思吗？我觉得这个不容易哦。我们在带领人就是这样，难就难在我们爱一个人又要教他的时候怎么教。好，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学习帮助人懂得信任这位上帝，相信我们，也相信我们背后那位上帝。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明白神你教导我们的功课，就是如何爱人如己。我们晓得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我们的朋友、家人、我们的信徒、弟兄姐妹，有许多在生命当中的罪、软弱跟无法行出敬虔的生命的能力。恳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分享、教导，用爱说诚实话，用爱能够真实的带领我们的信徒，带领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行出神你所喜悦的生命样式。谢谢主，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做一个刚强壮胆的勇士，为主你做美好的征战。谢谢主，也带领我们接下来回去的脚步。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祈求感谢，愿主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传福音的道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晚上8点到9点，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来对我们做教导的功课。